好嘅主播，記者也嘅 V 咧係啲中國廣東嘅戰旗，就得看到本日本人同時42年嘅台灣人，雙語能力一級棒，變做日本人嘅戰地發言人員。喺到現場咧都可以有權調講日文，因為廣東話嘅台灣客家人，準備對廣東人進行一個強化嘅動作，調好水班。唔過，我一出要到誒，自家講自家咯，唔錯噶，日本朋友有冇知道，我哋客家朋友會講廣東話咯。也嘅客家人講廣東話嘅泰語嘅，我對日本時代開始講起，這樣時嘅中毒火地道，得到台灣嘅身體唔拉，還得到人嘅心，故所對台灣展開一系列嘅調查發通。安做唔好，佢老師很耐呀。大家要求日本基層講嘢，特別係警察咧，愛學好台灣話，真係講好台灣人，通過台灣語言考試嘅講嘢，係做得成功簡約記錄。一種特殊風氣，日本多會嚇到人嘅台灣語言教材，咚咚隆嘅走出來。唔過按到嘅教材地位，我哋客話都喺電影片咯。哦，人類一定按照廣東話嘅教材講嘅就係客家話啦。因為清朝時期來台灣嘅客家移民，大抵係來自廣東，這樣時嘅客家人就本簡單粗暴嘅變做為廣東式。其實還係有當到客家人唔係來自廣東，唔過冇相干，就會講下我哋就會超異國。到日本時代，雖然日本人一啲語言對族群認同嘅重要，唔過為到管理方便，官方還係繼續用清朝嘅膚色概念，讓客家人仲係看做廣東粗料。也就產生了日本官方老面嘅學者對廣東書嘅各種文化研究及記錄，還有啲客話留下按照廣東話嘅工具書，其中還有台灣人寫嘅教材《廣東人寫成》，對發音、到文化內容詳細，非發片還會教育嘅老師研究。做地波還明確指出，日本人老多嘅廣東話應該按照客話，老中國嘅廣東話其實係冇強嘅語言，原來記得哦，早就發現一個 bug 咧。日本時代嘅50年之間，雖然廣東書唔係嘅好嘅定義，唔過客家人就透過廣東書一層 VP，推現其他嘅族群現象，本這樣時嘅台灣沙片認識。嘅日本人對客家族群嘅調查老描述，也影響到我哋方面對客家人嘅認識。8年後嘅日本人，客家族群老政府還得努力講下。2018年，客家基本法修正案通過後，客話正式列入台灣嘅國家語言。日本客委會本單地嘅推動嘅各項事務有明確嘅法律支持，像係擴建客家莊嘅法庭 TV， 推廣教研行業教育，鼓勵客家文化學術研究熱潮，希望本客家話留下嘅文化價值唔可以海退唔見得。嘰里呱啦講到呀，雖然我哋都希望客家啲台灣都到嚟出差嘅講母語，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將行業一做唔係沙比主流嘅語言，前面會有少少嘅意義。不過，透過一下嘅 AI 技術，我哋一看到客家傳承嘅新希望。再訓練 AI 可唔可以講下，佢就會機會變做未來時代嘅客家先生，亦可以按到原來客委會老客家電視台當地推動嘅重要工作。頭擺客家老廣東話本路做強下，一下日本列入台灣國家語言，連唔係客家人都會講自己嘅按字勢爭來了。今日就會按上網講下，卻因為一個行業自我認同嘅重要元素，係個代表我哋唔想模特，亦都講啲客家後輩嘅神話故事。上網特別講下橋梁嘅同時，也希望各位客家朋友太步看過來喲。可在哈哈哈店，你走來了。